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12月18。今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民数记26章20节到35节，使徒行传28章23节到3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听看。耳孔、目睭是咱身体机体五官中间的一个器官之一。虽然有人先天就有视障也是听障，但是一般人来讲，就是拢会通听，会通看。伫圣经的内底，耶稣基督也捌提醒基督徒，目睭通看的就应该爱看，有耳孔通听的就着听。以赛亚书嘛，捌安尼提醒，特别针对着真理的教导，千万毋通加做草耳，加做下教。如果对伫上帝的教导看也看无，听也听袂到的时阵，就爱家己去面对可能遭遇的境况。伫民数记26章20节到35节记载中间，咱看到着以色列人内底的可拉、大坦甲阿比兰，因就是安尼。所以上帝就指示摩西甲阿伦以及以色列人，就爱离开因的道路。圣经讲，上主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恁着离开这的会众较远咧，我要伫一万年久的中间，甲因消灭。摩西甲阿伦就拍伫涂骹讲：上帝啊，上赐性命互世间人的上帝，一个人犯罪，你就对全会众发大受气是无？上主吩咐摩西去甲会众讲：恁着离开可拉、大坦、阿比兰布片的四周围。摩西去大坦、阿比兰遐。以色列的长老嘛对伊去吩咐会众讲：恁着离开这个歹人的布片，因的物件拢毋通摸，则毋免伫恁甲恁因的做伙消灭。会众就离开可拉、大坦甲阿比兰的布片四周围。大坦、阿比兰甲因的某囝儿，因的细囝，拢出来徛伫因家己的布片口。摩西讲：是上帝找我做这个代志，所以恁着知，毋是我照家己的意思做的。这个人若甲一般人共款自然死，拄着甲一般人共款的遭遇，就是上主无找我。上主若做一项新的事，互地开喙，将因甲迄群人拢吞落去，互因活活摔落阴间，恁就知这个人藐视上主。摩西话拄讲煞，大坦甲阿比兰下面的地就离开，地离开就将因甲因的家眷以及所有属可拉的人财物拢吞落去。迄人甲所有属因的人拢活活落伫阴间，地伫因的顶面搁合活，因就对会众的中间消灭。伫因四周围的以色列人听到因吼叫，拢逃走，讲：咱嘛会互地吞落去。搁有火对上主遐发出吞灭250个献香的人。上帝的仆人受上帝的差遣来传达上帝的旨意，但是总是有人无相信，有人相信。使徒行传28章23节到31节记载着保罗去到伫罗马了后，伊引用摩西律法以及先知的记载来劝勉当地的犹太人，着爱信耶稣。
但是因中间有人相信，也有人犹原毋信，就都造成混乱安尼吼。圣经讲，因甲保罗约定一日，到时有真侪人来保罗住的所在，对早到暗。保罗为着上帝国做见证，引用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，劝勉因信耶稣。伊所讲的话，有人信，有人毋信，因中间意见无一致。因离开以前，保罗讲一句话：圣神托先知以赛亚对恁的祖先讲了真对。伊讲：你去甲这个百姓讲，恁听搁听嘛袂了解，恁看嘛袂看见，因为这个子民的心已经钝，耳孔重，目睭壳。若是安尼，因的目睭会看见，耳孔会听见，心会明白。为回心转意，我就甲因医好。所以，恁着知上帝这个拯救的信息已经传互外邦人啊，因会听谈。保罗住伫家己租的厝足足2年久，来访问的人，伊拢甲因接待，伊好当宣扬上帝国的信息。佮假是关系主耶稣基督的事，拢无受阻碍。保罗引用着先知以赛亚先知的话，讲到着因为以色列人、犹太人毋听趁上帝的劝勉，因此上帝就将得救的福音、耶稣基督降生的救恩传互外邦人。27章28章咧讲，因为这个子民的心已经钝，耳孔重，目睭壳。若毋是安尼，因的目睭会看见，耳孔会听见，心会明白，会回心转意，我就甲因医好。所以恁着知，上帝这个拯救的信息已经传互外邦人，因会听谈。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对亚西的老石头的不义，对伊的根会发忧机。上帝的神甲伊同在，就是互伊有智慧、有聪明的神，有计划甲能力的神，有智慧甲敬畏上主的神。敬畏上主是伊所喜爱，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，嘛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。伊用公义医护善车人，用公平保障互人看不起的人。伊要用公正的裁决做准公平的者，发命令处死邪恶的人。伊要用公义治理，用信息通知。豺狼甲绵羊仔会做伙住，豹甲山羊仔囝做伙困。牛仔囝甲狮仔囝斗阵食，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，牛母甲熊母会做伙食，因的囝会做阵休困，狮会亲像牛食草，食年的婴仔会伫毒蛇的空口漂撇佚佗，2年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血。伫我圣山逐所在，一定无伤害，嘛无迫害，因为对上主的人物普及全地，亲像水充满大海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会通单纯来相信，坚定的倚靠，互阮会通得到救恩。因为无论是甚物人，只要心公义，看袂到，听也听毋捌，就要甲救恩无关。求主帮助阮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